啱啱過去嘅星期日，總統特朗普表示，佢可能會根據反叛亂法向三藩市部署聯邦軍隊。呢一法令允許軍方喺國內行動。特朗普話，三藩市近年嚟狀況惡化，需要聯邦干預。特朗普聲稱佢擁有無可爭辯嘅權力嚟動用反叛亂法，並指出幾乎一半嘅總統都動用過。歷史記錄顯示，大約1/4嘅總統曾經動用呢一措施。特朗普嘅言論立即引發咗加州官員嘅強烈反對。加州州長紐森迅速回應話，特朗普會毀掉美國最偉大嘅城市之一。三藩市市長丹羅惠就表示，城市已經喺度減少犯罪同加強警力方面取得咗進展。特朗普嘅言論出現喺佢同民主黨領導嘅城市之間嘅一系列對抗中。白宮上星期五宣布暫緩喺三藩市、紐約、波士頓同巴爾嘅摩的110億元基礎設施項目，理由係預算限制。批評者將此舉視為政治報復。天下衛視記者編輯報道。